迎收睇 ALS 產品分享頻道。呢個視頻係有關智能會議平板 A5 系列嘅操作簡介。系統內置 Android 14，可以支持最多32點觸控。畫面嘅主題同背景係可以之後更改嘅。在屏幕右上角分別有3個圖示，第一個係 Hotspot 無線熱點，用嚟分享 WiFi 連接；第二個係 Ethernet 有線網路，支持1000 Mbps 速度；第三個係 WiFi 無線網路。我哋可以通過圖示嘅狀態知道網路有冇連線。另外，如果有插到 USB 手指，就會自動彈出 USB 圖示。螢幕下方預設有4個主要嘅應用程式。第一個係 Note 電子白板軟件，用嚟寫字、畫圖，有好多實用嘅功能。第二個係 Finder， 可以存取內置或外置嘅檔案。第三個係 Screen Share， 屏幕分享，俾手機或電腦透過無線投影共享屏幕，支持 AirPlay。第四個係用嚟上網嘅 Web Browser， 係屏幕嘅兩側都有一個細圖示，點擊一下就會跳出工具欄，所有嘅 Apps、系統設置、選擇信號等等都喺呢度選擇。